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5月初2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国内疫情。国内总是增加3例新冠肺炎的大病入境病例，加一个本土病例。一个本土的个案是进前着病技师伊5岁后生。另外，指挥中心嘛证实，诺富特饭店染病主管甲技师确实是互相烧话进行，应该是这场军事事件上早的个案。技师为着病毒的风波搁扩大，指挥中心初宣布新增加一个本土的案例，是案例1133，是本国籍无满5岁查甫囡仔，是进前确诊的案例1102，技师的厝内底人4月25被列做特殊隔离的对象，离到出现发烧症状进行采检，伫初1确诊。个案家庭的接触者2人，那是原来就是1102的接触者。好，所以本来就是居隔时间就要再延长，所以居家隔离的时间就延长到5月15日。技师家庭互相烧话，佮增加一例，而到底技师甲乐福特饭店互相烧话是毋是相关？指挥中心公布案例1120只确诊者病毒基因定数的结果，证实确定有相关。案例1120饭店的主管为着英国变种的病毒，甲为着病毒技师的基因数列共款，应该是上早个案。研判饭店甲技师中间有互相传染可能，整个疫情发生无到20天，无外界烦恼拖1-2个月。经过这个专家去现场研判，目前不认为说有可能是空调导致的这样的一个传染，但人际之间的传播也是不能完全排除，因为防务部的同仁他们其实除了就是说会进入房间去整理跟检查之外，他们也会处理一些这个房客的一些临时性的需求。饭店甲技师安怎接触传染也会调查，不过又有这个饭店的主管4月17就症状，研判15就传染了，所以讲15到28捌带过这间饭店人客会转送来进行14天特殊的检疫，期满了后会采检。而这阵乐福特饭店被逼出半年前又检疫个人客增加，涉嫌偷偷开放医馆，出现互相南斗阵大情形。指挥中心表示，会搁再来去了解。分层是可以嘛哈？那万一在同一层楼这样收的话，那就违反我们的规定，那当然会按照相关的方式去处分。另外，有一个在上乐福特饭店人员的游览车的司机出现发烧症状，指挥官陈时中表示，采检的结果是阴性，相关的车辆也已经做好全车的防护，并且环境来消毒。记者综合报道。除了防疫旅馆有烧话进行，空桥国际学校南口校区4月28有2个学生是一个确诊，一个抗体阳性。新北市府对接触者做采检，有学生自愿采检，好佳在检验的结果198个人核酸检测甲血清抗体拢是阴性。南口校区内外已经全面消毒，停课到5月初5，伫咧网络顶上课。会安尼生做，是因为有一个抗体阳性的技师，因囝伫咧南口空桥读册，不过已经一个确诊，一个抗体阳性，所以全校计共198人采检，昨暝结果出来拢是阴性，即昨暝继续过健康的检测甲追踪。确诊者去过所在已经落南到嘉义，嘉义的中正大学有4个老师甲学生，捌甲防疫旅馆的确诊员工接触过，加在因采检的结果全部拢是阴性。另外，指挥中心嘛公布，迄个确诊员工去过所在，有去过阿里山、本基湖、北港、朝天宫等等。若是有去过这个所在，观众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甲防疫，若有相关的症状出现，就要赶紧通报。学生医师排队量体温、酒精消毒，确认无问题才会当进入比赛。中正大学假日高规格防疫，因为卫生局4月30暗通知，诺富特饭店的1名确诊员工甲亲人，捌接触7名中正大学师生。我们的学校的4位同仁跟一位确诊者吃饭，学校是希望他们说可以自行居家检疫这样子，因为昨天有发讯息给我们。学校紧急发出公告，学校1名教师、3名学生甲确诊个案4月24共到食暗顿，目前已经进行特殊隔离。学校启动防疫机制，下到全校大消毒。卫生局也表示，连同嘉义民俗头家娘6个人，拢已经住伫防疫旅馆 PCR 采检结果是阴性。PCR 采检的话，早上结果出来都是阴性的。那6位我们目前也让他们住在防疫旅馆，能够来做居家隔离。
疫情指挥中心也证实，私生接触者是1129个，公布伊的卡贴，伊伫下档传染期前往家己婚林。4月23去家己中部食鸡肉饭，下昼去阿里山小森林露营区，过长工伫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坐小火车去看日出。25前往本基湖老街，甲北港大天宫参朝天宫4号位。26登来北部消息一出，家己店家赶紧主动休困。北港清洁队也对个案行过路线消毒店家，甲朝天宫4号位道路完成消毒。当然吓一跳，但是这不是大家愿意碰到的啦，就是我们就是做配合政府做最好的处理。担心至少会，但是我们个人都有防护得很好。我们自从有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都有戴口罩、勤洗手。另外，阿里山游乐区部分家己林管处表示，逐工会针对即寡涉外场所进行消毒。游客坐车拢爱挂喙罨，保证无工作人员身体出现状况。本期湖店家也拢有挂喙罨，卫生局无列出地处隔离者。记者综合报道。技术着病煞演变做饭店的群聚感染，敢是代表防疫措施有无矫正的所在？目前防疫旅馆较近的员工当中，有其中一个病例捌去过新北沙尘堡看医生看过3遍，但是煞拢无接到通报。新北市长侯友宜就批评中央有缺失。另外，行政院长苏贞昌去视察疫情指挥中心的时阵，先甲防疫人员鼓励，嘛希望基层的医生会当提高警觉。诺富特饭店爆发群聚感染，目前累计有4名员工确诊，其中帮扶主管一伫控制，捌3摆到新北市三中部的一间诊所就医，也在机场结婚。和新北市长侯友宜挡袂了讲大话，批评中央有明显疏失。我们已经有匡列16人，有3个居家隔离，有13个列自主健康管理。指挥中心这个区块明显确实是失落了。失落以后，造成现在诺福特员工有群聚感染的事实，而且会引发社区感染的疑虑，造成全面人心的恐慌。特别前往指挥中心和第一线警员鼓励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斗相共讲话。我们看到最近有些事件，确实是因为1年多了，难免就以为安心松懈。所以，如果一个检查旅馆的清洁主管能够多早一点告诉医师，第一线的医师如果能够在看到症状时多一分警觉。1120的情形唔那安尼，更加有野了指出，伊4月17出现症状，继续上班开会，有时也无挂喙罨。对此卫福部长陈时中指出，已经进行场地采检，结果阴性，也会对房间内部做扩大的环境采检。另外，北区诺富特饭店将本届甲外籍技师南泽会大汤市长陈文灿认为，外籍技师由民航局管理，华航组员由华航管理，两个管理无同，错误无应该发生。这个还是要统一作业比较好，符合原来民航局的规范。那之前的错误也不应该发生。那我请这个中央要尽快的完成指定、分配跟联络。另外，药监及设备顶一波暴徒病院严重，但是中讲为规模来看，即马也真歹判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头先是自由时报。又到5月报税时间，到昨下晡5点为止，有要挖11万件已经报了啊！提醒观众朋友，今年会当减税条件当中，基本生活费有条悬，大家人有18万字的额度会当唔免去互扣税。另外，今年佫增加会当用手机报税，会当佫较利便。说落来是中国时报，因为去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可能会破坏海草带争议。行政院评估甲接收站起伫搁较外海所在，初步的评估报告已经出来啊。规划要离海边搁加远1公里左右。行政院长苏贞昌明仔载就会邀请民进党的立委来开会，若有共识就会对外公布。上尾是联合报，印度的疫情真热烈，伫遐咧食头路的台湾人已经有11个人染到新冠肺炎。根据报道，咱驻印度的代表处昨接到通报，有一个40多岁台湾人已经捌做过中国的科兴疫苗，不过也是染病过身。预计遗体火化了后，会把骨头夫送回来台湾。关心国际疫情，印度的疫情哪拖哪热，4月31天就有超过40万人感染。
即阵越南嘛出现印度的变种病毒，所以有真侪国家都已经开始限制有印度旅游史的民众都袂当入境。而且印度疫情已经严重，甲病院拢无用试试，即马煞阁有病院着火烧，造成18人死亡。救护车一直送来死伤的人，病院的门口是真乱。这是印度西部国家拉特邦的巴鲁基，这间病院在3日发生严重火烧厝，造成12名住院的患者甲2名医护人员，总共18人不幸死亡。当年印度现阶段上界严重的问题之一，也是一直上升的新冠病毒疫情，也是在3日，全国一天新增加确诊比例头一摆超过40万人。愈来愈严重的疫情，和医护人员是感觉真忝。लोगों ने प्रिकॉशंस लेना चाहिए उसी से ये कम होगा सिर्फ वैक्सीनेशन पूरा का पूरा होने के लिए अभी थोड़ा सा समय तो मिलना चाहिए 三片年的期望也正是印度即阵上界欠缺的。Of course, it's a very densely populated, populous country, so one would expect to see these numbers. There's clearly a lack of social distancing and control of mass gatherings that has contributed. 为了阻止疫情真紧传出去，印度政府宣布，凡是满18岁公民，拢有注射新冠疫苗的资格。而印度空有全球第一大疫苗生产国之名，真侪所在也是真缺疫苗。而即阵病毒一直传染的结果，就是变种的病毒继续出现，而且也跨国来传出去。根据越南当地传来的消息。北部安倍县一间旅馆入境了接受隔离的11名印度专家，有4个人互验出感染新冠病毒。另外有1名负责接待的旅馆的员工也确诊，检验了发现是编号 B1617的印度病毒株，这是这种新病毒株头一摆在越南出现。对着印度防疫物资欠缺，疫情继续上升，各国在关键物资的同时，包含美国、澳洲这国家前后管制也是禁止有印度旅游史的民众入境。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转来关心国内消息，已经请示的民进党台北市党部评委赵应公，因为因后生赵介佑牵涉到毒品案，而且涉疑属有特权，引起争议。民进党昨决议开除赵介佑的党籍，主委吴怡农表示会重新检讨入党的流程。我儿子跟我其实距离很大，我生得了儿孙，管不了儿心啦，这是一个为人父亲的悲痛。今日会议里，赵应公宣布辞掉台北市民进党部评委，一个一切党务，因为伊的后生赵介佑涉毒诈欺等案被收押禁见，真侪争议的行为，互人质疑是特权。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找一案开临时会，决定开除赵介佑的党籍。市党部主委吴怡农伫 FB 讲，开除党员的党籍就要按照程序。所有人拢乐见赵介佑放弃抗辩权，和多名程序量早生效。对未来改革的方向，吴怡农讲，台北市党部会做3件代志，请专业的法律顾问重新检讨入党的流程，慎重审查每一份入党的申请书，针对极少数违反党规、违反败恶条款的党员，依照党规检肃处理。希望有更加侪有理想的少年人入党。我们恨不得马上开除不适任的党员。包括这位赵姓党员，我再说一次，我也恨不得马上开除他。可是我们有我们的程序以及我们的角色跟我们的权限。请专业的法律顾问重新检讨入党的流程，就是希望代志赶紧停落来。在会议中也选出新的评委会召集人林万豪。记者综合报道。昨5月初1劳动节，下晡有90个劳工团体举办劳工大游行，因希望薪水会当有悬，年金要有保障。另外，1960年代台湾有出产真侪土炭，不过迄当阵的炭工，即马有侪人拢去治疗刷戏这款病症，所以伊嘛行就家路，希望政府会当规划相关的津贴。故事无人听，写字无人问。上百位炭工伫炭工木啊，讲出年老无退休金的心声。因伫咧5.1劳动节即天，分别对家人、随访、并客甲苗栗组织伫咧立法院，希望依照农民甲渔民的退休机制，至少逐个月有7500的津贴。台湾煤矿开采100年来，这是我们第一次矿工走上街头，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只是想比照老农或者老姨的照顾，或者是用一种特别条例
的照顾我们。这的人大部分拢骨超过30年的土炭，为咗人的肉体当年受湿气病所苦，喘气愈来愈吃力。有一寡人虽望有重大伤病卡，医药费免家己出，不过因要是希望有养老金。觉得以前还有自费哦，还没有申请那个10大病患的时候去那个挂号啦，什么全部都是自己自费啊，已经是末期了，能够吃哈，算一天过一天算一天啊，这样。在1990年代的时候，立法院有一个特别条例，针对尘肺病有一些补偿。但是事实上是远远不够的。民间团体表示，根据劳保局的资料，1961年到1985年25年期间，炭工申报的职业灾害案件有65万件，其中伤势较严重的残废给付有14000多件。不过，炭工表示，迄当时清领的费用有限，因望年老的生活要是会当有够额的补偿金，互因较好过日。记者欧敏珍、郑派文台北报道。台铁大陆股败马事故都要满1个月，面对交通部提出台铁国营公司化的改革方向，台铁的产业工会去行政院抗议，要求要爱成立行政院层级的监理单位，重视基层第一线意见，互因做伙参与台铁改革。基层参与台铁改革。基层参与台铁改革。4月2号，台铁泰鲁国列车败马意外都要满1个月了。交通部嘛提出台铁改革方向目标企业化。台铁产业工会5月1号透早到行政院抗议，要求予台铁基层参与改革，落实安全管理。虽然今嘛政府规划包括着台铁企业化，还有成立协调中心等等几项改革作为，希望来加强铁路安全。但是台铁产业工会质疑，政府并无来听基层的声音，因是希望政府予第一线工作人员，还有外部的专业人员做伙来协助找出问题，来做改革。难道我们不用去看人力是不是有办法去应付 SOP 的要求？难道我们不用去看第一线员工在不同事务的环境中，对规章规范是否有窒碍难行的地方？请外部的监理的专门的专业具有专业的外部人员来成立比较一个公平、比较正直的那个监理单位。台铁基层大声来发话，行政院派出代表接洽丁真书表示，台铁基层甲政府改革目标拢是同款，行政院会来听各界声音，和改革更好完成。第一优先就是台铁的安全，所以这个相关意见我们都会带回去，会妥善来参考处理哈。那基本上大家想来就是工会的意见跟现在政府要做的方向是一致的哈。那我们这部分会再来大家一起来努力。台铁产业工会嘛，还有政府爱来找外部专家，成立了行政院登记的监理单位，透过专业的运输安全管理认证公司，还有专家做伙来协助台铁来看今麦的工作流程、设备还有人力是不是适合，并且来增加专职的任务型人员，做伙来参与安全管理系统，这当根本来解决今麦铁路安全的问题。记者张志勇、林志坚台北报道。地方放送头先来看台中清水河园街内底有60外户，长期以来拢是用地下水。不过因为即阵拢无落雨，已经半个月抽无水啊。相关单位会勘了后，决定把水道水的管线延长到河园街内面，希望会当解决欠水问题。民众为大水桶内底客水使用，这拢是拄啊抽起来的地下水。台中市清水区河园街的居民，数十年来拢是使用地下水，但是中部欠水严重，原本的水井近半个月嘛抽无地下水，必须要甲水井拍个较深。但是抽出来的水热度真悬，嘛无法度马上使用。今麦希望市府会使协助解决用水的问题。阮之前拢地下水，即摆拢无水啊！阮无自来水啊，阮即条拢无自完全拢无自来水啊。自头到尾就拢有水啊，就是到去年甲今年嘛，就是拢抽无水，所以因再弄第二届安尼。当地里长表示，园街内底差不多有60几户，因为用户无多，加上接管的费用悬，50-60年来拢干那使用地下水，无用自来水。但是因为欠水，即摆有20几户的居民连地下水拢抽无，要啉的水更会使到外口的加水站买。一般用来洗物件的水嘛，必须要向亲戚朋友借水。无水就是才会急着要自来水，自来水部分就是咱家产业道路较济，济的时阵就是讲要入来这个公线，真正费用真大。这个延缓可能会经过一些私有地，那我们要取得私有地
另外还有就是相关要严管用户他们的一个资料。那我们把这些资料跟金会做了争取以后，我们会协同水公司赶快来进场。台中市建发局甲自来水公司现勘测量，若是要甲自来水沿江至河园街内底，总长度差不多350公尺，总经费超过220万。但是因为沿江的路线会经过私人土地，也搁要摕到相关地主同意了后，才会使施工，会较紧来办理，互当地居民免去受到无水可用的艰苦。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南投合欢山野生的满山红当日开花，真侪民众趁连假走去赏花，不过所造成合欢山塞车塞甲长落落。警方伫咧第14架线现场指挥，不过有一寡路段因为车路无够宽，警方只好做单向的通车管制。来往前，不要临停。警方伫路口指挥摆甲真长的车辆，南投合欢山目前当时野生大雁花大开期。5日劳动节3天连假就山收获民众真多，规条第14架线变成停车场。警方现场指挥交通，一直引导车辆前进，不过前进的速度也是真慢，塞车大约5公里。不要临停啊，往前，慢慢的往前，就会通了，好不好？配合一下，往前，往前。因为大量的人车拢上山，合欢山4块位的停车场，包括昆阳休困站、武岭町停车场、甲合欢山庄停车场，总计只有220个停车位。为连假头一天开始，就真歹找停车位，因为道路伤过塌，部分路段阁会无法度小闪车。警方这会当实施单向管制，互上山落山的车辆轮流通行。连假期间上山观赏高山杜鹃人车很多，目前武岭松雪楼停车场车位已满，本分局员警在台10线及台10甲线加强疏导，合欢主峰到武岭4车流实施单向管制。野生大雁花季有计开到6月中，警方呼吁民众尽量利用大众运输上山，也会当选择平常时人较少的时间上山。针对违规停车的车辆，警方也会加派警力开单。若情形严重的，是会进行拖吊，请民众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生活宝贝啊，电动车的市场哪来哪大，业者想尽办法要提升电动车的效能。国内车企厂就甲江建义合作，开发全台湾第1型，嘛是全世界第2型的电动车专用的二速传动箱，加速会当搁较紧，动力嘛会当提升10%。这台测试车愈驶愈紧，到一个速度了，变速箱会家己活动，提升车的效率甲加速的性能。江建义甲变速箱大厂合作，开发出国内第1种电动车使用的二速传动模组。这项设备会当提升电动车的有效路程10%。可以让马达作用的这个效率是可以更高，所以会延长我们车辆的续航力。可以增加的是它的这个能耗呢，可以减少10%。这个换挡时间又是小于0.5秒。世界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全世界电动车市场去年总共卖出296.3万台，比过去成长46.3%。专家估计到2040年，伫咧路的赛车有57%会是电动车。大家都应该是非常的清楚的哈。那电动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动力系统。动力系统呢，包含马达，包含驱动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齿轮箱。那这个东西牵涉到像我们本土企业，它长期以来在齿轮的制造跟设计上面的这个 know how， 还有技术。电动车市场发展正紧，透过技术的进步，让国内的传统产业有机会得到世界脚步转型，会让提升咱国内电动车动力系统的技术。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5一连假的上尾天，天气会真好，而且这款好天气会一直到明仔。另外，提醒北部的观众朋友，今日的空气品质是无介好，就要尽量减少出门行大。咱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30度，中部地区21度到30度，南部地区22度到33度，东部地区21度到29度。
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19度到27度。做伙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规工顺心，咱再会。